工商时报清境南部机械市场38档来办展努力，受到各间企业、厂商联动甲支持，每一届举办展览，场场拢是爆满。2024台南自动化机械甲智慧制造展，现场单位同款嘛是百场，总共有190间厂商，将近650个单位参展。《工商时报》创刊至今已经迈入第46年，在南部举办机械展也已经迈入第38年。去年以来，机械业面临了非常艰困的环境，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有超过190家厂商，接近650个单位参展，显示我们业者努力不懈的精神。所有的业界先进，也展现出对《工商时报》的支持与爱护。代表市长委特出席的市府副秘书长殷世时表示，台南自动化机械展是台南的第一大展，真感谢工商时报伫台南的情景。这个展呢，在我们台南是算第一大展，也感谢工商时报了哈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台南的深耕。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会长中心呐哈，总经理啦，3年前呢开始来营运这一块，那我们有一个优质的一个展览的环境。那我们的机械的一个产业哈，在我们台湾哈是在世界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，大概产值应该有1.3兆了。那我们台南呢，大概有1300多亿，占了1/10，也有1100多家左右了哈，所以它是一个聚落。另外，为了产业界净零碳排甲数位转型需求，伫展览会场嘛举办3场论坛活动，分别是低碳净零、智慧转型。瞄准智慧制造、净零转型新契机，甲台南廉政透明价值等论坛，邀请3官合做伙讨论低碳转型的议题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